台湾环展会关心沿空铁路电话，因为该政策推进10档，不过有关无尽力全面规划，除了呼吁交通局加速进度，嘛希望未来空桥站加沿空站会当透过联合开发以及串联产业创意园区来带动发展。当然，铁路电话兴建比捷运较久，台南6条捷运优先路线嘛拢积极展开。不过，对107年成立捷运工程处交代，台湾烦恼现况人力的欠缺，要求成立捷运局，同时争取总统赖清德的关爱。对此，市长以财政负担甲人数的编制，提供相关叮当。趁着我们的老市长赖清德总统现在我们的新总统时候哈，我们的新总统看能不能有一些对于台南的这个关爱啊，哈，能够去沟通一下，让我们这个哈，像捷运也算是赖总统当时候的很重要的一个。对啊，像当初铁路地下化也是一棒接一棒，真的慈悲为怀啊。交通局捷运工程处他们的同仁们，他们其实都相当的辛苦了，特别是前面规划完之后，真的是要开始进入这个实际的。我也特别借这个机会跟议员报告，像今天在立法院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一个委员会审议啊，只有3分钟啊，通过了4000亿。那台南市在这个新版的财政收支划分法里面，我们是很吃亏的，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财政会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也连带会影响到捷运的我们的自备款。OK， 好，那局长是有说有大概会再扩编一些吗？是我们有这个目前规划了，初期先扩编哈，这个成立我们大概规划53个人力啦，目前已经牵办到这个府城。OK， 那希望说真的能够支应这个需求啦，然后看到别人要成立捷运局，不是说别人成立局我们就一定要成立局啦，只是说我们在要做的这个事情上需要有更充足的人力啦。台湾环展会伫总日顺开了真侪时间，为沿空铁路电话甲捷运甚至广告的建设甲市府交换意见，特别针对捷运路网的串联规划，伫安全方便为前提，如何减轻平民交通的塞车压力，如何让车站沿线经济发挥效益，拢要求市府一定要慎重思考。台南新闻，阮籍杨顺怀采访报道。